News 快啲嚟！請介紹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係沙田 DMA 嘅 Tom 啊。好似有款好輕嘅日本製頭戴耳機。係啊，日本音響牌子 Pulada 出咗一款新嘅 headphone，咁個型號就係 KDQ1。係啦，咁佢特別之處就係佢所有耳機嘅零部件都係喺日本生產同製造同組裝嘅。咁機身咧就同另一間日本公司合作，採用全 3D 打印，咁就會擁有比較強嘅硬度啦。咁咧另外咧佢都十分之輕嘅喎，咁重量亦都係只有296 gram。有咩獨特之處呢？ KDQ1 咧，其實採用咗廠方最新研發嘅53mm 動圈單元，咁用咗特殊嘅 PET 去製造個振膜，咁亦都可以令到個單元輕身同埋高剛性，咁反應亦都會極之呢個敏捷同埋精準。咁另外音圈嗰方面咧，更加罕有地利用咗無氧銅去製作個線圈，咁比起傳統銅包鋁嘅導斷率咧，就會提升咗30%，咁有效去提升單元嘅表現。另外喺耳罩嗰方面咧，廠方亦都投入咗好多心機嘅。咁咧佢鑽研咗究竟用邊一啲立體嘅形狀啦，邊一啲縫線嘅方式，咁去令到個聲音嘅輸出效率啦提升啦，同埋貼合頭顱嘅。咁最後咧就設計咗而家呢一個 3D 嘅縫合耳罩，咁咧令到個聲音有正面嘅影響之餘咧，咁亦都可以長時間佩戴，唔會覺得疲倦嘅。聲音表現點？即係耳機咧，其實聲音表現整體係平均自然嘅。咁如果低音嘅風格咧，其實佢係以呢個明快為主。咁就會有效地去減低低頻嗰個混濁感。而人聲嗰方面咧，其實係明顯係特別通透嘅。咁特別在咧，其實佢人聲清晰得嚟咧，但係佢尾音咧，佢修飾得十分之去靚，十分順滑。咁而高頻嗰方面咧，佢係以一個明亮而柔和嘅方式去呈現。咁除咗有豐富嘅細節同埋層次之外，亦都聽起上嚟唔會有任何疲勞嘅感覺。難唔難推啊？咁雖然 KDQ1 咧佢個阻抗咧只有75盎，睇落去的確係唔高嘅。咁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就係佢靈敏度咧只有84 dB 每一個 MW。咁所以咧喺功率要求功率個方面咧，佢要求係會比較高嘅。咁如果用一啲便攜嘅播放器去推動咧，我相信即使音壓足夠咧，佢都有機會出現嗰個聲音鬆散嘅情況。咁就好似一個人食唔飽飯去做嘢咁樣。點配搭好？咁如果喺耳抗方面咧，我嘅建議咧係配搭翻一啲輸出功率比較高嘅耳抗咧，個效果就會比較好嘅。咁如果想展現翻耳機本身嘅解像度同埋比較明快嘅聲音咧，我個人就會建議咧可以考慮翻啲晶體管嘅耳抗。咁例如Wildtrak V324咧，咁我有聽過配搭得係唔錯嘅。咁另外如果想幫隻耳機去增添翻一啲韻味啊質感咧，咁亦都可以考慮翻膽抗嘅喎。咁膽抗方面咧，咁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試下配搭海音嗰部HA3A。聽一聽個效果，睇下你哋鍾唔鍾意啦〜